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這是醫治你的肚臍，滋潤你的百骨。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你的酒榨有新酒現流。親愛主耶穌，我哋要讚美你，因為你係滿有慈愛、豐盛嘅主，你亦都係常與我哋同在嘅主。你係掌管萬物嘅主，係一切都要降服喺你嘅旨意底下。萬物萬事喺當中，你都係掌管。願意此時此刻，我哋真係謙卑落嚟，去尋求你嘅面。我哋省察我哋自己，好多時候都係真係靠自己嘅能力、才幹。遇到困難嘅時候，我哋都常常憑自己嘅經驗、方法嚟到去解決。我哋都已經係習以為常。係啊，本來呢啲都唔係啲咩錯事，但係我哋卻係疏忽嚟到去先禱告，先嚟到去仰望，先嚟到真係嚟到去尋求你嘅心意。讓我哋真係唔好單單去睇事嘅果效、事情嘅發生嘅結果，而係我哋喺裏邊要尋求、要觀看就係主你嘅作為，係讓我哋無論情況係點樣，我哋依然嚟到認定你係我哋嘅主，係我哋嘅王，你係掌管我哋嘅生命。願意每一天，我哋就用神你嘅話語嚟到去成為我哋嘅力量，成為我哋嘅山寨，成為我哋嘅避難所，亦都成為我哋嘅詩歌。主，我哋依刻求你俾我哋有清潔嘅心，有正直嘅靈，好叫我哋萬事都以主你為先，讓我哋思念上面嘅事多過地上嘅事，讓我哋真係喺主你裏邊靠着你就能夠剛強壯膽，靠着你我哋就凡事都能做，靠着你我哋能夠真係面對一切嘅失望、一切嘅傷痛，喺主你裏邊要得着從你而嚟嗰份平安、嗰份安慰、嗰份盼望、嗰份喜樂，係冇人能夠奪去。唯獨係主你所賜嘅。係啊，拉冇錯，知道啦。主，我哋宣告，你今天你嘅靈就喺我哋當中，你嘅靈就係大大運行喺我哋裏邊，讓我哋騰出我哋心靈嘅空間嚟到去承載神你。求主你唔單止俾我哋有悟性，更加求主你俾我哋有敏銳嘅靈，去聆聽你嘅説話，去明白你嘅心意，去跟從你嘅吩咐，去活出神你喺我哋生命上面嘅召命。我哋就咁樣去禱告仰望，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俾你，奉耶穌名求，阿門。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親愛朋友，我哋奉三一神嘅名字開始今日嘅崇拜。請大家站立，我哋用詩歌用敬拜讚美我哋嘅主。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應讚美頌揚都一一歸給你。主你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你常顧念扶持，齊真心呈獻讚美給你，盡我心意盡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你，為你我獻上頌讚。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頌揚都一一歸給你。主你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你常顧念扶持，齊真心呈獻讚美給你，盡我心意盡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你，為你我獻上頌讚，齊真心呈獻讚美給你，盡我心意盡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
是你彩呀，耶穌和平時光，我要跪拜，要敬拜你主呀，因為你是萬王之王，我要跪拜，要敬拜你我神，寶貴耶穌和平之光。以色列的選者，為我犧牲自己，神羔羊，你是你彩呀，耶穌和平之光，我要跪拜，要敬拜你主呀，因為你是萬王之王，我要跪拜，要敬拜你我神，寶貴耶穌和平之光。我哋請姊妹。當我哋一齊嚟到你面前嘅時候，係啊，主臨近我哋嘅當中，讓我哋體會，係啊，你係主，你係神，你掌管一切，你喺嗰度做我哋，愛我哋，揀我哋，引領我哋嘅主，讓我哋
放低，讓我哋安靜，讓我哋靜落嚟，知道你係神。多謝你，多謝你。10幾年前同大家唱過呢首詩歌，可能好多弟兄姊妹都唔記得咗，或者有啲未唱過。我哋由頭再學過呢首詩歌，好唔好啊？在主內，在主內，常懷感謝的心；在主內，我心喜悅。信賴他，就不用害怕，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在主內常懷感謝的心，在主內我心喜悅，信賴他就不用害怕，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在主內常懷感謝的心，在主內我心喜悅，信賴他就不用害怕，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係讓我哋聽到主嘅聲音同我哋講，係啊，唔使怕，佢喺度。讓我平安，讓我同在，充滿人。在主內常懷感謝的心，在主內我心喜悅，信賴他就不用害怕，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姊妹，在主內常懷感謝的心，在主內我心喜悅，信賴他就不用害怕，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姊妹繼續啊，姊妹。在主內常懷感謝的心，在主內我心喜悅，信賴他就不用害怕，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弟兄們，在主內常懷感謝的心，在主內我心喜悅，信賴他就不用害怕，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在主內常懷感謝的心，在主內我心喜悅，信賴他就不用害怕，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
他內歡欣他將來。我哋一齊嚟啊！在主內常懷感謝的心，在主內我心喜悅，信賴他就不要害怕，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在主內常懷感謝的心，在主內我心喜悅，信賴他就不要害怕，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在他內歡欣他將來臨。讚美我上主，並歌頌他的名，讚美我上主，他豐滿我生命，讚美我上主，並歌頌他的名，讚美我上主，他豐滿我生命，讚美我上主，並歌頌他的名，讚美我上主，他豐滿我生命，讚美我上主，並歌頌他的名，讚美我上主，他豐滿我生命。係主喺你面前，我哋獻上感謝。生命係你所俾我哋最大嘅禮物，讓我哋感恩，讓我哋回應，讓我哋跟隨你。主，我哋需要你，我哋愛你，我哋多謝你嘅主。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夠遵行你旨意。我願將你話語深藏在我心，作路上的光，成為我腳前的燈。求你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求你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式，使我能
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我哋起身唱啊！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夠遵行你旨意。我願將你話語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為我腳前的燈。求你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能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求你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式，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女，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式，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女，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最後一次，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式，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女，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姊妹，我哋一齊祈禱。親愛主耶穌，我哋真係好需要你喺我哋嘅生命當中。感謝你俾我哋可以翻到嚟你嘅殿中，一同去敬拜讚美主你。呢個禮拜咧都過咗好多日嘅雨天，感謝你讓我哋翻嚟嘅時候見到陽光普照嘅日子。我哋都深信，無論天晴定係天陰嘅時候，上帝你依然坐着為王，你就係嗰位創天造地嘅神。求神引領我哋，今日我哋願意打開我哋嘅心門，讓我打開我哋嘅耳朵，將你嘅話語去刻喺我哋嘅心板裏邊，讓聖靈流通嘅管子喺我哋嘅殿裏邊嘅當中。特別祝福劉牧師，突然間可以讓到佢嘅話語真係刺進我哋嘅心入邊，讓我哋每一個謙卑嚟到上帝面前嘅當中。我哋以上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聖名之祈求，阿門。我哋一齊認信背誦使徒信經，預備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義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各位請坐。今早有獻詩嘅時間，我哋好開心有頌讚小組為我哋獻唱嘅係我曾捨命為你。有請頌讚小組。
感謝頌讚小組嘅獻詩。而家係讀經嘅時間。今日讀嘅經文記載喺路加福音5章1到11節。我哋一齊望下熒光幕。OK， 我哋一齊讀出呢11節嘅經文。預備起。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眾人擁擠他，要聽神的道。他見有2隻船灣在湖邊，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撐開，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人。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着什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2隻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他的夥伴西比泰的兒子雅各、約翰也是這樣。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今日嘅講題係開到水深之處，我哋有請劉志山牧師。弟兄姊妹早晨，早晨，早晨，可唔可以幫我個忙，俾個心心左右隔離去講耶穌我愛你，好唔好啊？耶穌我愛你啊！感謝主，耶穌我愛你啊！好感恩今日咧能夠即係嚟到貴教會去分享呢個地方，對我嚟講非常之有意思啊！即係頭先我嚟之前咧喺上邊停咗一陣，因為我細個嗰陣喺上邊嘅胡少次中學讀書嘅所以咧即係當年咧講緊係80年代啊。差唔多日日都經過呢度噶啦所以即係好感恩好蒙福亦都係即係好開心可以喺度分享啦，亦都即係將我哋教會福音教會嘅問候帶俾大家，願主祝福大家靈魂體都要興盛好唔好啊 ？Amen， 同大家講我哋靈魂體都要興盛。喺今日我哋分享呢個信息叫做開到水深之處，一齊講呢5個字叫咩啊？開到水深6個字嚟喎，原來再嚟一次6個字。幾個字啊？6個字開到水深之處。經文已經讀咗啦。今日會用3個故事同大家分享呢段經文裏邊俾我哋嘅開啓。首先第一個故事呢，就係講下，即係我哋嘅創辦人包德靈牧師佢成日嚟呢度講道以前識唔識佢哇！你真係識我太太嚟得多啲嘅。Sharon 牧師識唔識佢我叫阿珊我哋第一次有冇第一次見面㗎？有冇第一次見面嘅搖下手？都有啲第一次見面嘅都唔少。好咁一次生就點樣咁係啦就係主裏邊我哋都係一家人嚟嘅，感謝主。咁咧我哋教會咧就係福音教會，好多古仔講不過長話短説即係我哋而家係一個葵芳嘅戲院啦。呢間戲院都係神嘅恩典嚟嘅，即係因為班牧師有信心啦當時即係我哋由太子搬過去咧，神就俾咗一個好好嘅地方我哋。咁我哋55年69年到而家，呢度好似冇記錯係73年係嘛？即係喺呢度噶嘛應該即係。咁即係好比起我哋即係更有歷史啦。五旬節會，感謝讚美主。咁班牧師嘅古仔咧，真係開到水深之處。當年咧，佢去打越戰嘅，唔知佢喺度有冇講過嘅故事咧？去打越戰，其實佢好細個咧，10幾歲有呼召去中國傳福音，但係咧即係一路咧即係冇機會去中國啦。咁但係佢學下中文即係揾啲中國人嘅孩子點知咧佢10零歲嗰陣咧，就要當兵美國同越南打仗大家知道越戰呢件事啦，係咪？佢諗唔好想去，但原來咧美國政府話你唔去得，坐監5年。如果你去咧，去2年，咁你揀坐監5年定去越南2年呢？2年定5年啊？2年啦，醒都揀呢個啦。咁佢話好，咁冇辦法啦。佢話咁我唔去又要坐監。法例規定我哋要去，不過冇話規定我哋攞槍要帶子彈。所以當時咧佢喺越戰咧越南嘅軍中咧就上戰場咧就居然夠膽唔帶子彈。就呢個就包德力牧師啦佢個即係長官又即係嬲親咗啦。哇！你呢個包德力咁都有嘅，即係驚累街坊啦。咁你都係唔好上前線啦，你喺後勤啦。擺咗佢喺後勤就做火頭大將軍，就煮飯所以你知點解美軍最後打輸咧？因為佢煮飯啊嘛，係咪？煮飯嗰度咧，哇！就唔好理喎，佢就同人傳福音。佢話：我唔會死喺度嘅，我一定死喺中國大陸。上帝係呼召我去中國。周圍同人講，最初啲人都當佢傻嘅。你呢個耶穌佬你即係我哋香港人咧，成日話人咧，成日講即係好沉嗰啲人咧，叫佢哋成日喺度講咩係啦，班牧師係呢啲 friend 嚟嘅。成日喺度講你唔好理。最初咧，大家都唔理佢嘅，但係原來咧喺佢上邊啲長官咧，喺半年裏邊差唔多全部死晒，死下一個死下一個喎。你知唔知點解死得快啊？日頭煮飯會有煙。夜晚煮飯會有火，有煙嗰陣啲越共就炸佢，有火嗰陣啲越共就炸佢。呢個火頭大將軍咧就死快啲嘅，所以咧佢啲 supervisor 咧，即係上邊啲長官咧睇火啊嘛，要睇住嗰啲即係做頭呢樣嗰樣咧。死下一個死下一個但係唔好理，
到包牧師被升咗去上去咧，即係做領班嗰陣咧，佢喺呢邊嗰陣咧個炸彈炸嗰邊，佢走去嗰邊咧炸彈炸呢邊，所以最初冇人理佢噶。但後期咧過咗成年之後咧，啲人對佢即係已經叫佢做 Preacher Dennis 啊，即係話呢個叫即係好似呢個傳福音的即係包德靈咁啊嚇。咁佢話佢話你信我啦，我一定唔會死嘅，你跟住我冇即係佢唔係話即係冇走雞啊，有運行嗰啲啦。佢話總之跟住我，因為耶穌要我咧就翻大陸傳福音。係啊，我一定死大陸㗎啦，唔會死呢度㗎，冇事㗎。所以感謝讚美主，呢個就係包德靈牧師咧嘅即係軍中嘅傳奇嚟嘅。你有冇聽過佢講呢啲啊？佢梗係唔講自己嘅，即係我同佢講下啦嚇。因為跟住咧就即係翻到去美國啦，跟住佢喺即係三藩市嗰度即係揾咗間教會，就係最左邊啦。當時間教會1965年成立，包牧師喺間教會就6、7年到就翻去啦。跟住喺嗰度成長裝備一間。跟住差唔多到69年，佢就同牧師講：牧師，我要去中國傳福音。教會4年啫，人數唔係好多，得個20零人，即係好似我睇過個相，都冇40人啊，好細嘅教會。你諗下，一間細嘅教會，正所謂錢又冇，人又冇啦，係咪？4年仔啫喎間。跟住有個哇滿腔熱誠嘅年青人同牧師講：牧師，我要去宣教，你支持我啦，俾錢我啦，打發我啦。你係牧師，你點諗啊？正常牧師我哋都會咁年青人等等先，裝備下先，你幫我哋教會發展到100人先啦，你咁火熱係咪？等我哋可以多啲力量為你祈禱啊，經濟上支持你啊嘛，係咪？但係即係感謝主，呢兩個都唔係正常人嚟嘅，係啊。咁一個就有前冇後，就點樣啊？係啊，就又衝跟住呢個即係女牧師又係好犀利嘅，好有信心嘅一個嘅女先知，就為佢祈禱。大家有冇聽過四方福音會啊？有冇聽過四方福音會啊？我哋呢個士羅教會咧就喺美國屋崙啊，就喺四方福音會同一個城市嗰個建造 Amy Simple McPherson 咧，當年咧即係建造教會同一個嘅地方。咁佢打發差傳包牧師，就1969年咧嚟咗香港傳福音，感謝讚美主。即係一路佢就學中文喺西營盤嗰度啦，三個碼頭嗰度開始。佢又冇錢，就同啲僆仔咧就學講中文。即係69年3月嚟，10月12號又開咗我哋第一堂嘅崇拜。就即係用佢好有限嘅中文咧，就開始就講道分享。一路我哋教會就如是者嘅發展啦。牧師喺前邊啦，師母喺後邊即係幫手一路發展。但係個問題嚟啦，佢一路被呼召去中國。但係咧中國嘅門咧當其時又未開到喎。話呢度好多機關嘅原來又未開到喎。佢就被逼喺香港。佢對佢嚟講係好痛苦嘅，因為佢主呼召我去中國，好似大德生一樣。但係而家喺香港做咩咧？呢個係英國人嘅地方嚟噶嘛？我要去中國噶嘛？所以佢係即係我哋教會係一個好無奈地產生嘅一個物體嚟嘅，你知唔知啊？係啊，我哋即係喺一個意外發生嘅一個團契嚟嘅，因為佢嘅心唔喺度啊，佢心一路都喺中國大陸嘅。所以以前咧，我哋細個80年代翻教會咧，包牧師成日唔喺度嘅，因為成日入大陸，因為即係呢個係上帝呼召佢嘅迦南地嚟噶嘛。當其時咧，佢就去咗個地方，大家有冇人知呢個咩地方啊？3個字，當時最近深圳嘅地方，而家可能即係都成日去㗎啦。3個字，冇錯，落馬洲呢度，隔離嗰條河就係即係深圳河。深圳落馬洲深圳河對面嗰，你哋而家成日去㗎啦。咩地方？對住條河對面嗰個地方係咩啊？福田。當日包牧師就每個月帶埋老婆帶埋教會啲人去祈禱，因為聖靈同佢講：敞開嘅門沒有人能關。哈利路亞，係咪？開到水深之處，喺嗰個環境裏邊好似冇路開啊！但係佢唔係嘅，禱告可以使到上帝要我進入嘅地方去到開門，係咪？佢一路嚟到香港，好似覺得事工停滯啦，去唔到啦，但係佢禱告。係啊，敞開嘅門沒有人能關，所以佢一路禱告到神真係為佢開門咧。1978年佢入中國，哇！你見到呢個年代，睇唔睇到包牧師啊？見唔見到佢啊？喺車頭嗰個唯一一個老外，佢就去咗個地方叫河南。大家望下呢架車上啲人，唔知你識唔識？有一個人，我有個圈住一個人，有冇人識呢個人呢？呢個人係華人牧師喺西方最出名嗰個，即係而家還活着。現在還活着嘅，1958年出世，呢個牧師又係姓劉嘅，係啊，
喺海外嗰啲人叫佢做 Heavenly Man， 天上人，有冇聽過啊？冇聽過啊？全世界啲西人嗰啲即係叫做西方嘅教會咧，都好好欣賞呢個人被為主受苦被拉喺監裏邊坐禁食超過70日，活着的神蹟，將成個監獄反轉。係啊，美國嘅總統見佢啦，教宗見佢啦。佢係喺華人嘅牧者裏邊，喺西方教會裏邊咧，係一個非常之被敬佩嘅一個牧者，所以嘅 Heavenly Man， 你可以上網睇下佢啲見證啊。咁啊，當年包牧師入去嗰陣咧，佢係後生仔就跟住後邊，所以到今日咧，都仲係好有大家一齊跟住包牧師一路去到農村教會啦。咁啊，當其時喺個農村裏邊，從一條村去另一條村，冇我哋今日咁幸福嘅，可以有車嚇。佢哋就擔心啊嘛。哇！唯一一個白皮膚嘅喎，有啲危險喎，就要咧將佢擺喺一個咁啊，叫做交通工具咧，或者一個東西裏邊咧，就漏夜咧就送去第二條村。有冇人知道咧？喺河南啊，比較貧困嗰啲咧，70年代尾80年代嗰陣咧，呢啲係擺咩㗎？你知唔知啊？呢個就係佢哋嘅棺材嚟嘅，連4塊木都冇啊！你諗下當時幾窮困，係啊！包牧師作為一個嘅宣教士，佢哋就藉住一個咁樣嘅情況，從一條村送佢去第二條村，一路傳揚福音。咁就讚美主。喺呢個喺呢幅相裏邊咧，有一啲人嘅喺個地方，有冇聽過咩迦南絲傳啊？有冇聽過中國？就係裏邊嗰啲人啦。咁我圈住呢個人咧，好出名嘅喎。頭先我唔識，你呢個更加唔識噶。呢個有冇聽過？中國家庭教會有咩5大嘅好似嗰啲門派嗰啲咧。北有王明道，南有林獻高啲，你識唔識啊？唔係啊嘛？啲中國教會歷史嚟嘅喎。中國教會5大家庭體系啊，唔係5岳派咩華山啊、嵩山啊嗰啲嚇。中國5大家庭教會體系識唔識啊？河南啊、方城堂河啊、咩榮順利新啊、溫州，識唔識呢啲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叫方城團隊嘅叫張榮亮牧師，咁佢都係為主還活着嘅呢啲人，全部喺度嘅為主受苦啊！咁好多咧西方嘅教會咧都訪問呢啲嘅方面嘅見證，係啊！呢個亦都係我哋包牧師，我哋作為一個我哋嘅宣教士係其中一個啦，好愛我哋啦。嚟到香港，嚟到中國大陸，喺裏邊傳福音嚇，所以感謝讚美主。咁佢遺留嚟嗰啲福音嘅種子，一路見證，咁神一路使到佢成長，感謝讚美主。開到水深之處，我同你分享包牧師嘅生命嘅見證就係，今日我哋見到哇，原來咧佢一路走過嚟，上帝又祝福嘅喎。係啊，佢為神嘅國度建造，上帝又祝福我哋教會。頭先你都聽過啦，包牧師經常唔喺度噶嘛，去大陸噶嘛。咁我哋教會真係神蹟般地存在嘅，因為牧師經常性唔喺度啊，係咪？咁啊，問佢點樣佢冇我哋咁有咩健康教會、健康人生，冇呢味嘢噶嘛，包牧師。係啊，我哋問包牧師教會要點啊？禱告咯。中國的早晨5點鐘，中國嘅教會點樣復興？就係靠祈禱嘅啫，係啊！咁我哋教會點做啊？祈禱啦！我哋問佢使唔使開會？開咩會啊？同聖靈感動，我哋就嚟啦咁樣。我哋細個真係咁成長嘅，都感謝讚美主，所以能夠教會依然傳落到今天都係神蹟嚟嘅。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開到水深之處。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幾個古仔。頭先講咗第一個，第二個咧個古仔係講自己。嗱，頭先呢度段經文大家都睇過啦，喺一個地方叫革尼撒勒湖啊嘛，有冇聽過啊？加利利海，加利撒勒係其中一個上岸嘅地方啦。咁啊，耶穌叫門徒咧，同佢分享完啦。注意喎，耶穌同佢哋分享講完啦，講完咯，有冇反應先？你望下隔離嗰個，就好似你咁啊，同佢講你望隔離嗰個，你話俾佢聽，就好似你而家咁咯。耶穌講嘢，就好似我同你講嘢咁，完全冇反應。你企喺我呢個位，你望下大家，你哋兩眼空洞咁樣咧，成班人喺度，係啊。不過咁，我相信你哋用靈裏邊聽到嘅應該 OK 嘅嚇。嗰樣嘢冇反應咯，跟住點啊？去到水深之處啦，跟住最後冇魚打，本來打唔到魚啊，成晚啊，算把啦，翻屋企噶啦。跟住咧，耶穌話唔好走住，再嚟一次，再嚟一次，再打個嚇。你記住喎，耶穌係外行人嚟嘅喎，彼得嗰啲打魚啊，專業人士，正所謂外行教內行。跟住咧就打魚啊！終於打到喎，突然打到喎，哇嚇親咗啦，係咪？跟住你留意彼得，紅色嘅字一直讀，我話預備1、2、3。
請問你彼得悔改俯伏話：哎呀，我係個罪人嗰種嘅回應，係因為聽到耶穌講道，定因為睇到魚？你冇睇聖經咧係嘛？講完道都冇反應嘅，但係睇到紅色嘅字點有反應？因為睇到有咩啊？魚，睇到魚。弟兄姊妹有冇諗過今日有時我哋嘅生命都係嘅喎？啊，聽完講道，聽完神嘅道，每個禮拜翻嚟，有時我哋都睇哦，咁啊淨係諗住去邊度飲茶嘅啫。但係真正我哋生命點樣回應神，係咪我哋其實都需要一種魚啊？上帝嘅祝福啦，神蹟嘅出現啦，生命裏邊一啲嘅危機被轉化啦，有冇經歷？有冇睇到啊？其實我哋都需要呢啲嘅。有時你唔好介意有危機，可能我哋個生命裏邊太平淡啦，冇嘢打完到雨咪翻屋企瞓覺咯，日復一日係咁樣。喺你嗰個英文叫活天啊，喺你嗰個嘅即係平凡嘅程序裏邊啊，硬係有啲不平凡嘅遭遇，總之有問題。有問題嘅時候，我哋都識得祈禱，即係迫切啲啊，係咪啊？即係有人病咗啊，有呢樣嗰樣啊，好似佢哋有問題啦。耶穌就喺問題裏邊介入，讓佢哋喺問題裏邊睇到出路。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我要鼓勵你，每個生命我哋都可以係啊，離開我哋嘅過去，我哋靠住主開到水深之處。係咪？幫我一個忙，鼓勵同佢講啊，我哋要開到水深之處，好唔好啊？引領我哋離開我哋嘅過去。係咪？開到水深之處，離開咩啊？離開過去。哈利路亞啊！即係第二個故事講自己嘅，即係我今日企喺你面前分享，但我自己嘅成長係好破碎嘅家庭啦，好自卑啦，啊自細都唔敢企喺人面前講嘢啦，所以我今日能夠站喺大家面前係一個神蹟嚇，即係時間緣故，我想講第二個見證多啲。咁啊，即係我細個成長喺呢度嘅藍田啊，有冇人喺藍田？我哋啲街坊啊，藍田啊。藍田，我住19座嘅，唔知你哋啊，即係就係咪呢個年代喺藍田咧，定話再近期啲咧？藍田咁我住19座，咁啊，我喺15座讀書。15座咧有個朋友，佢住15座嘅，係啊，佢老豆個鋪頭喺我哋隔離嚇，識唔識佢啊？我又姓劉嘅，佢又姓劉，你知唔知我哋咩關係啊？係冇關係嘅嚇。咁啊，我哋成日成長。如果你喺呢啲屋村成長，你知啊，以前係咁嘅，好慘啊，冇電視睇啊，即係好窮困啊。大家有冇住過呢啲啊？有個鐵閘咁嘅咧。我爸爸咧，即係我成長，我有兩個姐姐喺大陸，佢哋偷渡落嚟啦。咁啊我嘅成長，我爸爸係一個即係因為即係長話短説啊，佢酗酒啊，自細酗酒。本來佢諗住落嚟香港有好好嘅前途，因為我叔公喺旺角做警察嘅。我叔公咧就跟一個即係我哋海豐人姓呂嘅探長，知唔知邊個？係啦，海豐人嚟噶嘛。咁啊，我叔公就跟佢，我哋海豐汕尾啊，大家呢度有冇汕尾啊？汕尾啊，即係嗱，汕頭啊出李嘉誠，汕尾啊出葉繼歡嗰啲咧。葉繼歡係我阿叔啲 friend 嚟嘅，知唔知啊？係啊，真嘅喎，我翻去啦，我想去識阿叔，所以我有兩個家姐喺汕尾出世。我喺香港出世，所以我喺香港出世跟耶穌。喺汕尾出世，我應該跟阿葉生我諗下。咁啊，即係咁樣嘅喎嚇。咁啊，即係就我阿老豆咧就跟阿叔公嚟揾食。點知咧佢一落到嚟香港，話喺即係做警察，話仲要做埋呢啲嘢，咁佢又唔制嘅。咁啊，正所謂懷才不遇咧，乜做唔制，咁啊最後就借酒消愁。咁啊，我媽就偷渡嚟揾佢嗰陣咧，就見到我老豆就即係終日即係借酒消愁，我好窮困喺屋企，自細都唔會好開心。咁啊，成日我爸爸飲醉酒又翻台啊，掟爛電視啊，走落街。哇！跟住我哋喺屋村長大，我見到咧好多嘅即係家庭都唔開心，係啊，即係個個屋企都吵吵鬧鬧。唔知大家有冇住過呢啲16層公屋啲經歷咧？我哋啲做細路仔冇人翻屋企嘅，點解啊？個個屋企都嘈冤巴閉嘅。即係我見人哋啊著嗰啲名牌波鞋就眼紅人哋。喺呢間學校啊嘛，你何文田個個都着呢啲鞋嘅喎，唔知點解。係啊，咁啊，我哋啲藍田嗰啲啊著右邊呢啲，我都有兩款嘅。係啊，一係蜻蜓牌，一係金錢牌，非常之心理唔平衡喺我成長嗰陣。係啊，即係好自卑嘅，好多嘅即係睇唔起自己啊，好多嘅即係生命裏邊嘅即係否定啦。但係感謝主啊，即係當我喺17歲嗰陣，人帶我翻教會，就去咗福音教會。我聽到神嘅道，我聽到教會裏邊即係所唱嘅詩歌，哇！聖靈真係一種嘅醫治喺我心裏邊。係啊，我本來對婚姻、對家庭，我對我嘅即係過去好唔夠膽講自己嘅問題，但係感謝讚美主，神咧就係喺教會裏邊俾我
即係經歷神嘅醫治啦，家庭嘅恢復啦。咁啊，我隔離嗰我太太嚟過啦嘛，雙人牧師就識得佢啊。咁啊，我一對仔女啦，感恩即係跟住啊，班牧師呢個係佢80歲大壽我哋拍嘅相啦。啊，我個女婿喺海外就翻咗嚟啦，生咗啲寶貝啦。我個仔又結咗婚啦。啊，跟住哇，我個女就生多一名，啱啱上2個月，4月30號，而家我有3個孫啊。咁就讚美主，咁我都個樣都似公公啊嘛。你睇我老婆似唔似婆婆嚇？所以佢下次嚟咧，係啊，有機會你見到佢咧，即係佢而家阿婆級㗎啦嚇。咁就讚美主。喺神嘅裏邊，上帝帶領我哋離開過去。呢幅相係我第一年全職服侍，我1994年11月服侍。呢幅相係即係94年年尾、95年年初我去到內地嘅服侍，跟住人哋去服侍。哇！我覺得自己一個完全係一個好冇資歷嘅年青人。哇！跟住一班即係同工入去啦，除咗我之外，仲有一啲嘅外國嘅宣教士去到荷蘭。因為當年冇咪又冇投影，冇你哋咁好嘅音響，冇空調，喺一個窄窄嘅小房子聚會。弟兄姊妹，其實我好懷念咧。我而家翻大陸唔同晒㗎啦，即係而家國內嘅設備都好先進，好似大家咁樣。嗱，呢個係當年我哋90年代入中國，乜都冇。就係有一顆好渴慕嘅心，係啊！佢哋真係5點鐘起身祈禱。我哋通常就唔係住酒店，住喺教會隔離嗰間房仔。佢就係同佢講你們香港的弟兄姐妹不需要那麼早起來了，睡一睡，你們7點鐘起來聚會就可以了啊！叫我哋休息下，7點鐘起嚟聚會，因為佢哋聚會5點鐘。通常嗰陣呢，就係要踩單車或者徒步過嚟，啲人夜晚12點鐘起行。佢叫我哋休息啊，休息唔到，同你講點解啊？佢哋啲祈禱唔係好似我哋啲祈禱咁噶。哇！我喺隔離間房，成個房震嘅，知唔知啊？哇！5點鐘起身，哇！煮啊咁啊！跟住佢話：你哋慢慢瞓下啦。你明唔明啊？嗰啲牆根本完全唔隔音㗎，你覺得成埲牆震㗎啦嚇！哇！即係幾百人咁樣就哇匿埋喺一個地方裏邊。哇！跟住大家逼喺一間咁嘅細房仔，嗰個房都冇我哋個講台咁大。哇！逼咗成100幾200人喺度，你明唔明啊？嗰種汗水啊、熱辣辣啊、嗰種空氣啊。但係由朝頭早5點幾，第一堂聚會通常由5點去到10點，跟住食早飯。早飯完咗之後，第二堂就係差唔多11點半就開始，一路殺到下晝3、4點。跟住佢哋會翻屋企。即係搞屋企嗰啲嘢啊，跟住夜晚再嚟聚會，大概係7點鐘又到9點鐘。哇！全日如是者係咁樣，係啊，而家都差唔多嘅。我哋通常翻內地聚會咧，朝頭早咧就2節，係啊，大概8點鐘就係去到11點幾12點，跟住下晝就1點零鐘又去到5點鐘，跟住大概夜晚7點鐘去到9點鐘。因為平均我哋喺翻內地而家服侍嗰個節奏都係咁樣，係啊。所以香港弟兄姊妹，係啊，我哋即係有時覺得哇，呢個我 overrun 唔好介意啊。喂，呢個牧師講嘢，我即刻睇錶喺一啲地方聚會。你知唔知點樣可以復興咧？除咗呢隻錶去復興㗎啦。即係有時我哋哇太緊要渴慕神嘅話語。呢幅相係我自己好大嘅即係提醒。神引領我離開水深之處，拋開我自己成長嘅不足，但係主可以使用每一個生命去到成為神要祝福嘅管道啊！Amen。所以弟兄姊妹唔好睇小你自己。我自己都係極睇小自己嗰個。但係上帝居然可以咁多年使用我喺唔同嘅地方去做神要做嘅事情。哈利路亞！記唔記得摩西啊？喺皇宮裏邊受咗訓練之後，神話未用得住。去曠野，佢話我絕口笨舌咯，神可以用啦。當我哋願意擺低自己成為神可以使用嘅器皿嘅時候，上帝可以使用我哋每一個人嘅。咩？同你講啊，上帝可以使用你嘅。最後時間緣故。喺呢段經文裏邊有一句係神蹟嘅密碼，亦都係全個經文裏邊有一個好重要嘅句子，就係彼得同耶穌講啦：哇！我成晚都打唔到魚，但依從你的話，一齊講紅色嘅字。喺呢句呢6個字，最重要嘅係邊個字？6個字嘅1個字喎。你梗係重要啦，佢係耶穌啊嘛，係咪？好，第2重要咧。哇！我有第2個諗法。你紅色嘅字，跟住就到粉紅色嘅字。紅色嘅字叫做聽道，粉紅色嘅字叫做咩啊？
行道。我哋成個基督信仰講嚟講去就係紅色同埋粉紅色。我哋聽見神嘅話就要咩啊？行神嘅話啦，同唔同意啊？我哋無論崇拜、主日學、小組、團契，做所有嘅嘢，我哋就係搞啲紅色同粉紅色啫嘛，啱唔啱？但係請你留意，彼得喺呢個過程裏邊，佢捉住咗一個字，就係上邊我 underline 咗好大個字，叫咩啊？大聲啲，再大聲啲。嗱，廣東話係咁嘅發音，我可唔可以教大家一個新嘅發音呢？呢個叫屬靈的發音 ，spiritual pronunciation 啊。呢個但嘅屬靈發音係咁樣嘅，但聽唔聽明啊？嗱，普通嘅發音就係但係屬靈嘅發音係咩啊？但咩意思呢？係一個嘅掙扎，係一個嘅理性同靈性嘅摔跤。你諗下，紅色嘅字係聽道，粉紅色嘅字係行道，但係前邊仲有一堆綠色嘅字。綠色嘅字係咩啊？現實啦。夫子，我哋整夜勞力打唔到嘢喎。請問你彼得係講真話定老作？真話定老作？真話嚟噶嘛？喂，你有困難，我有困難；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喂，教會話短宣喎，喂唔得閒喎。教會話喂我要奉獻喎，喂最近屋企等錢使喎。喂，祈禱會嚟啊！誒我都知，不過屋企煲落湯要睇火啊嘛。即係我哋總有我哋嘅綠色字喎。大家等陣會同唔同意啊？你問下隔離啊，你有冇綠色字？哇！我哋啲綠色字寫書啦，唔好話兩句啦，係咪？你諗下，我哋總有自己嘅問題，理性裏邊嘅掙扎。但係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呢句經？喂，我唔得，我要落嚟先。我覺得同你哋嘅距離太遙遠啦。我啲口水噴唔到你哋咧，幫唔到你哋即係起來嘅。係啊，我哋你諗下，綠色嘅字係啲理性嘅問題嚟㗎嘛？同唔同意？我哋個個都有理性㗎嘛。啊，我哋咁樣，我哋咁樣，我哋咁樣。但係請你留意下，我哋真正嘅信仰唔係從理性去到非理性，聽唔聽得明啊？我哋真正嘅信仰，我哋係理性明白。你唔好諗咁多啦，呢個唔係真信仰。我哋要諗嘅，諗完之後，我哋知道個代價，我哋選擇但依從你的話，呢個叫咩啊？呢個叫做超越理性。英文話唔係 from rational to irrational， 係 transrational into spiritual。聽唔聽明啊？係一個叫做穿越理性進到靈性嘅一個屬靈體驗。而呢個過程嘅信心掙扎叫做點樣讀啊？點樣讀啊？一齊嚟，1、2、3。姊妹，你記唔記得你生仔嗰種 feel 啊？就係呢種 feel 啦。哇！有一個東西要出嚟咁樣，又辛苦嗰啲嚇。弟兄，我哋冇乜呢個經歷，不過咧，你便秘幾日你都可能 feel 到嘅。係啊，呢種哇，即係掙扎。而呢種掙扎知道代價，依然選擇信服神。你有冇呢種屬靈經歷呢？喂，我真係唔夠錢，但係我依然要奉獻。係啊，好似班牧師話啊，我想去中國，但係我知道會俾人拉，我依然要繼續去。有冇經歷過呢啲呢？我記得喺即係最後，可能時間完過，講埋呢個故仔，我哋祈禱。因為呢幅相咁熟嘅嚇，即係雖然我啲頭髮唔同咗啦，我95年結婚，係啊，即係一晃31年啦。咁啊，當其時我係，如果你細心睇，我係95年嘅4月15號結婚。咁啊，期間咧，我喺教會咧就做呢啲工作，專係帶聖經過關送去中國大陸啊！即係每天我全職服侍啊！即係當時我哋一路帶好多啦。我嘅94年嗰陣，我要負責嘅 project 帶100萬本聖經進中國。跟住其實我哋教會咁多年咧，即係帶1000萬本聖經去到內地。咁啊，即係有唔同嘅外國嘅弟兄姊妹啊，同我哋一齊啊！我哋即係差唔多水貨客嗰啲咁樣噶啦，你明啊？即係用水貨嘅咁啊，一路過海關，跟住我哋就再整理，跟住我哋就發放到呢啲家庭教會嗰度。咁啊，話説咧，就喺1995年嘅6月份，嗱，我係4月結婚，結咗婚都唔夠，約莫1-2個月，我哋有個 project， 有200個美國人要送1萬本聖經去北京。6月份嘅北京，1995年，大家捉唔捉到啊？距離1989年嘅6月份，即係幾年嘅啫。大家知我講乜啦？係咪？氣氛極求緊張，哇！所以當其時好多嘅禱告，我同我太太咧就係 project manager，
嚇，即係成個嘅即係行動嘅策劃者，咁啊同埋我哋一啲同工啦，咁啊安排，咁啊長話短説，咁啊將200人分開3趟，60幾人就帶3000本，60幾人3000本就咁樣嚟啦。咁啊佢哋喺唔同地方飛入嚟，咁我哋又負責接裝嘅。嚇，即係接書啦嚇，咁啊就攞咗啲書，咁啊第一趟飛機，哇3000本，哇咁要搞喺停車場就送走咁樣，咁啊如是者冇嘢咯。點知當我同我老婆喺即係酒店嗰度，即係發放咗啲書俾啲內地啲傳道人，咁我哋就坐車翻去即係北京嘅機場，一落車，我同我老婆2個公安即刻走過嚟，正所謂團正，咁啊。個公安就問我：喂，你哋係咪搞咩宗教書籍搞啲咩啊？你們是不是有沒有？請問你點答佢咧？新婚啊！我俾幅相你睇下先。頭先嗰個樣啊，係呢個款嘅。當其實係呢個款嘅，唔係而家呢個款嘅。新婚2個月，我點答呢個人咧？第一時間嘅周星馳都去睇下嗰邊想走嗰啲啦，係咪？喂，大佬，北京機場又有槍。跟住你記住，我老婆係美國人啊嘛，攞美國護照啊嘛，一定係踢出境噶啦嘛，啱唔啱先？咁我哋攞回鄉證啊，回鄉證嗰啲通常我哋試過有類似嘅即係做呢啲聖經工作俾人扣咧，一扣3年，擺你喺個招待所嗰度，日日俾個即係求其俾碟飯你食嚇，但係咧就問你屋企人攞錢，因為佢關心你，所以咧你要俾啲關心費佢哋嘅，係啊。又唔使上司法程序嘅，咁一扣就扣3年，正所謂3年又3年噶嘛，你唔知幾多年。咁我同我老婆啱啱新婚燕爾噶嘛，我好唔想分開啊嘛，正所謂嗰陣有首歌噶嘛，識唔識啊？分飛萬里啊嗰啲噶嘛，我又唔想分喎，立住你睇下幾可愛啊我老婆。喺理性上邊，理性啊上邊你知道，喂唔得噶。哇！喺度掙扎，哇！想點講嘅時候，突然間後邊有把聲音喎，廣東話喎，喺北京喎，是就説是，不是就説不是。一回頭冇人啊，你明唔明啊？聖靈講嘢喎，第一次喎，啲細仔，哇咁清晰嘅，唔係心中的感動咁簡單喎，聽到有把聲喎，俾著你會點揀？俾著你點揀咧？點同阿公安講啊？啊，你講得咁輕鬆嘅嚇，你哋嚇。即係心中知道好似要順服神，但係個生命唔想順服神。你有冇試過先？日日都係咁啦，係咪嚇？即係嗰一刻，哇，好緊張，哇，真係聖靈有感動喎。但係又覺得，哇，我做主嘅工喎。嗰個字係點話？你明唔明呢個字點出嚟㗎？就係咁樣，哇，好難嘅。明明又好大掙扎，理性知道賴緊嘢㗎啦，靈性又想順服主喎，係咪？不過咁，我哋都有一絲僥倖嘅。會唔會有神蹟發生咧？好似我睇好多屬靈書籍啊，話會唔會好似打雷打鬼死嗰2個公安啊，地裂開吞咗落去嗰啲咁嘢啦？咁我同嗰個人講有輸得咁啊，你有冇打雷？跟住嗰個公安應該有一個領導啊，走嚟捉住我，跟我回派出所啦咁啊！哎呀，個心啄一啄，咁啊佢捉住我，咁啊一個前一個後，我哋2個喺中間，咁啊大概走咗唔係好遠啫，呢度都未去到中間啦，未去到中間度啦。跟住突然間，應該嗰個領導啊，一轉身就問我啦：喂，有沒有你酒店的那個登記房卡？拿嚟。啊，我又唔係問我攞回鄉證喎，問我攞酒店咩房卡喎嘛？呢一刻我就心中裏邊就嘀咕啦，諗下點搞咧？上一鋪又唔即係好掙扎啊嘛，好似順服上帝冇乜好果嘅，係啊。咁啊，諗下即係自己諗啦嚇。周星馳呢啲唔得嘅，彼得啦，會唔會啊？彼得3次不認主，我唔認1次，會唔會仲有2次 quota 咁嗰啲咧？即係諗埋我哋啲市井人嚟㗎嘛，梗係諗呢啲嘢啦，係咪？啊，即係又諗好多，又唔好想同佢，即係嘗試想同佢講啊，跟住係咁推我，所以有冇啊？我即係想講啊，天氣幾好啊，呢啲咁嘢，即係想左拉右扯，你明唔明啊？即係唔想即係同佢有對話。但係突然間喺最即係自己有啲混亂嗰陣，嗰把聲又嚟喎。是就説是，不是就説乜嘢啊？不是，做呢次真嘅，肯定唔係幻聽嚟嘅，真又係冇人喎，好清晰嘅，唔係自己覺得係真有把聲講。我唔知你聽到聖靈的聲音會點啊？有冇成日好渴求聽到上帝的聲音啊？嗰1秒鐘的我就非常之唔開心，
我同神就係講咗句，Come on, leave me alone 咁啊嚇。係啊，上帝俾條生路嚟行下喎，我想自把自為喎。你有冇試過同神祈禱之後，祈完禱之後想自把自為，唔想信服主啊？嗰一刻嘅我就係咁啊，絕對唔想信服主啊！但係裏邊好搞動，好搞動，又好想經歷神更多，但係我又知道理性話俾我知，呢條路都係掘頭路嚟㗎啦。跟住喺自己最掙扎，嗰個人係咁逼我，第三次聽到聖靈嘅聲音，但係呢次唔同嘅，上兩次有把聲，第三次好似喺耳朵邊有人同你咧，即係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即係咁樣啊！哇，講嚟成個人咧，哇，即好似軟晒一樣，嗰種嘅硬邦邦冇咗。但我又知死啊！即係呢鑊嘢都係坐監，同老婆分開㗎啦。點樣話？依從你哋話，我就攞咗個房卡俾佢。但係當然有少少僥倖嘅心啦，會唔會地裂開吞鬼咗佢哋啊？打雷咁樣嗰啲啦，聖經入邊有啲嘢嚇，會唔會有呢啲嘢咧？冇喎，嗰個人喺我前面一嘢就抄咗嗰個房卡，就喺個頭度搖，睇都冇睇過。跟住呢細仔都冇忘記，佢咁樣行嘅，佢搖咗兩下之後，哈哈，看你哪裡跑，跟住就咁樣行。哇！你明唔明啊？你弟兄，你見到有人喺你前面咁行，你會點先？佢真係咁行喎，就喺你前面喎，你會做咩咧？嚇？你會俾著你係我，你會做咩啊？嗰啲係嘛？我第一時間就係想咁啦。你知我哋自細睇李小龍成龍片長大噶嘛？但係好可惜，我真係睇啫，冇練過嘅，梗係唔得啦。但係我後邊嗰個就係醒啊。當我知，即係佢見到我一少少動作，就知道我想做嘢，即刻就揼我。我後邊嗰兵，前邊嗰個行咗前邊，我後邊嗰個揼我跌咗喺地下。我老婆扶起咗我，但個心破碎。嗰一秒鐘，我覺得好似唔知點解我嘅信仰破產，好似我信嘅神係假嘅，侍奉全係假。唔知你有冇試過？有一秒鐘，你覺得翻教會戇居嘅，傻嘅，是咩夢啫？信咩上帝啫？你有冇試過咁樣啊？又唔使入頭嘅，得㗎啦，喺個心裏邊講就得㗎啦。嗰一秒鐘，好似崩潰啊！好似覺得成件事唔係咁嘅，我行唔到啊！我老婆推我，佢同我講嘢，我嗡嗡聲，即係心裏邊好亂。但係唔知點解咧？大概過咗10零秒鐘咧，我前面嗰個咪咁行嘅，係嘛？突然間佢行咗幾步，好似嗰啲 robot 啊，咩啊，機械人咁啊，停一停，佢嘟，即係本來咁行啊，佢突然間跟住咁樣叫咗兩嘢喎。誒，我同我老婆窒一窒，我睇一睇後邊嗰個，後邊嗰個仲奇怪，好似俾人點咗穴咁樣唔喐喎。前邊嗰個人後邊嗰個唔喐喎。跟住我哋兩個後生仔嚟噶嘛，咦？左望右望，睇一睇就掹一掹張房卡翻嚟先，佢又唔喐喎。俾著你係我哋，你會點做啊？即走啦！我個腦就未回應得到咧。我哋兩個攞住手，大家有冇睇過出戲啊？功夫啊！呢個周星馳同阿包租婆啊，兩個咁樣係雞咁腳走啦！我哋兩個，哇！狂奔翻去呢個機場。咦，見唔到我哋啲同伴喎，即係我哋啲同工啦。兩個即刻飛上的士，個的士佬問我：你們去哪兒？你們我哋又唔知去哪兒喎。我哋求其全個北京兜咗成日，諗住差唔多兜到夜晚，我哋又驚俾人跟蹤，跟住翻去即係酒店揾第一趟飛機嗰啲即係美國人啦，嗰60幾人啦。點知我哋夜晚去到嗰間酒店咧，佢哋喺個 function room 度咧祈禱，唔單止個60人，後兩趟飛機 total 200人都到齊。佢哋為我哋祈禱，因為第二趟飛機出咗事，嗰60幾人入去過關嗰陣咧，啲行李俾人開咗，3000本聖經，跟住一對口供，哇，就係嗰兩個人啦。跟住佢話嗰兩個阿 Sir 好奇怪喎，個 officer 最初好惡嘅喎，跟住出咗成粒鐘翻嚟，突然間變晒樣咁喎。啲美國人同佢講，佢嗰個人就係同佢講 go come on go， 之前鬧鬼佢哋，跟住叫你go喎。跟住嗰啲美國人話梗係高啦，咪立住啲行李咪走咯。點一出嚟揾唔到我同商人，嗰個年代冇手機噶嘛。咁佢哋又話唔知點樣同啲中國人咧，佢 Chinese looks the same 咁啊嚇。咁啊啲鬼佬話，咁啊去到嗰個北京機場，全部人一樣樣，又唔識中文。嗰個年代冇呢啲咩Google Translate 咁嘢噶嘛，係咪？咁啊唔知點講咧。佢突然間啲美國人同佢講喺機場裏邊咧，咩中文都唔識，淨係聽到有一句説話佢哋識。你估邊句啦？有一句説話佢聽得明喎，喺北京飛機場嚇，
哈利路亞喎，佢聽到。跟住佢嗰60幾人話邊個講哈利路亞咧？你幻想下，有幾百個中國人喺度接機，突然間60幾個美國佬個個走喺人堆當中，喂哈利路亞，喂哈利路亞咁樣喎。突然間佢話喺成個過程裏邊咧，無端端突然間有一男一女喺個人群當中走出嚟，突個頭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跟住佢話哈利路亞，你試下下，你哋好似冇乜反應，見到呢啲嘢咁神奇嘅嘢，你哋都好似當冇嘢嘅，大佬真係即係咁樣都有發生嘅喎。跟住叫到哈利路亞，60幾人就帶住3千本聖經，就由飛機場哈利路亞到邊度啊？到停車場喎。哇！你哋唔覺得哈利路亞嘅？哇！你哋真係，你試下啦，俾咗哇！當時真係對我嚟講，生命嘅轉化，上帝嘅真實。神喺你嘅生命當中無助裏邊，哇！居然咁樣發生，跟住嗰60幾人即係帶住3千本聖經，哇！去到即係停車場，嗰啲即係傳道人就咁樣幫我哋帶走咗。第3趟飛機如是者，一路哈利路亞，到我哋成個生命嘅即係帶咗出去。但係對我嚟講，生命嘅改變，耶穌嘅大能啊！我哋信靠耶穌，但要乜嘢？依從神嘅話。所以今日第3點我唔講，我哋祈禱好嘛？你哋worship team 可以預備。可能冇時間唱回應詩歌啦，唔唱啦。弟兄姊妹，今日所有嘢都唔記得，我請你將一個字帶翻屋企好唔好啊？但點講話？食早餐可以唔加蛋，祈禱加個蛋好唔好啊？喺你嘅禱告裏邊，將你嘅問題難處同神講完之後，請你加呢個字，咩字啊？依從你的話，我有生命嘅回應，係咪？喺呢個祈禱加呢個字啊，令到你嘅生命唔好再停留喺個問題困擾嗰度，喺個岸邊嗰度自己洗網，能夠去到水深之處，係咪？我盼望你嘅生命會經歷一個唔一樣嘅神蹟。加邊個字話？係你嘅掙扎。可能你呢個掙扎係我唔識做呢件事啊，但依從你的話我就去啦。喂，要饒恕嗰個人喎，但係嗰個人好衰啊嘛。但依從你的話，我饒恕佢啦。係啊，我同嗰個人傳福音啊，但我同佢講過點，佢仲5次啦，仲嚟啊！今次聖誕節，但依從你的話，我去再同佢傳揚福音啊！弟兄姊妹，呢個字喺你嘅生命裏邊扭轉你成個嘅生命裏邊一個突破點，係咪？從你嘅理性層面穿越到靈性被掌管，呢個信心嘅歷程。今日乜都唔記得呢個阿山哥講嗰啲任何嘢，淨係記住聖經裏邊呢個字，叫咩字話？讓我哋一齊起身好嗎？哈利路亞！最後彼得同埋即係好多魚叫埋另外隻船過嚟，耶穌叫佢哋要成為得人嘅漁夫。哈利路亞！讓我哋今日一齊去禱告。最後我想請你將一隻手擺喺心裏邊啦。哈利路亞！你同神講，主啊，我呼求你嘅名，主啊，我呼求你嘅名。哈利路亞，好嘛？我哋唔需要音樂，我哋就係靈性裏邊突破，好嘛？你今日用靈裏邊去禱告咧，主啊，我呼求你嘅名。哈利路亞，我要成為一個能夠有靈裏邊被聖靈、被靈掌管嘅生命。我嘅諗法、我嘅思想，好多生活裏邊嘅問題，主啊，幫助我有生命嘅突破，幫助我有一個超越理性嘅屬靈經歷。哈利路亞，一齊我哋嘅禱告。你為你嘅生命啊，你要乜嘢嘅神蹟？可能你今日有啲人要經歷經濟嘅神蹟，今日有啲人你經歷健康嘅神蹟，經歷關係嘅神蹟，生命嘅突破。主啊，求你今日咧按我哋嘅生命同我哋講說話，同我哋講說話，幫助我哋成為一個唔單止聽道嘅人，成為一個能夠行道嘅人。哈利路亞，主啊，求你突破我哋嘅生命，唔好俾我哋成日跌喺我哋嘅思想嘅囚牢裏邊。哈利路亞，主啊，有時咧我哋咧需要饒恕啊！但係當我哋諗起一啲人，我哋覺得好難啊！今日我哋要知道聖經教導，但我哋要依從神嘅話，要釋懷啊，要放低啊，要突破。主啊，求你今日咧同我哋講說話，當我哋按晒自己嘅心嘅時候，主啊，你打開我哋每一個人嘅心房，打開每一個人嘅心門，使到我哋被聖靈掌管，以至到主，我哋都成為一個跟從你嘅人，能夠成為一個得人嘅漁夫。主啊，求你幫助我哋整個五旬節會翻去五旬節嘅經歷，就被聖靈充滿。哈利路亞！就喺聖靈充滿嘅時候，我哋先至有力量去到面對我哋自己嘅生命，面對我哋身邊個人嘅生命。主，求你與我哋眾人同在。我哋今日禱告突破喺我哋生命當中，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阿門，阿門，阿門。哈利路亞！同你繼續講，食早餐唔使可以唔食蛋，
祈禱加個蛋，同佢講食早餐可以唔使加蛋，祈禱要加個蛋。請坐，哈利路亞。好，弟兄姊妹，我哋一同起立，我哋一齊唱三一頌。祝福，讓我哋同心領受上主嘅賜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光照、感動、平安加力，常與我哋眾人同在。讓我哋即使喺掙扎嘅當中，我哋仍然選擇去到聽從神嘅話，遵行神嘅話，活出但嘅生命，從今直到主耶穌基督再來。阿門。弟兄姊妹請坐。而家係家事報告嘅時間，我哋首先邀請咗關顧部楊國麟部長上台宣傳一下先。大家平安。喺8月9號咧，即係下個月第2個主日下晝咧，喺呢度咧有一個講座，係講咗咧就係與長期病患者同埋情緒病患者同行嘅講座。我咧去經常咧去探望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啦，關顧同埋了解佢哋嘅生活。有時咧面對佢哋嘅問題咧，我都好無奈，甚至咧有陣時真係心力交瘁。點樣同佢哋同行呢？更何況係一啲照顧佢哋嘅人。我成日諗喺教會可以做啲咩嘢？但我喺伊利沙伯醫院服侍嘅時候咧，我認識咗阿胡遠牧，我同佢講我嘅諗法。佢義不容辭嘅話，嚟你哋教會舉辦一個講座，就係呢個講座。喺出邊咧，好少有呢啲咁嘅講座。如果有咧，唔怕同大家講，都係收費。有呢個講座，自然好想有人嚟啦。但係咧，我睇翻個報名情況咧，係好少人。所以我今日特別要同大家去介紹同埋宣傳一下。第一，喺呢個時候咧，可能我哋唔係照顧者，但係無可否認，我哋都會有年老嘅一日，我哋都要需要人去照顧。但係可唔可以喺呢一刻，我哋先去了解、去明白，面對啲咩問題？將來會面對啲咩問題？讓一啲照顧我哋嘅人，我哋明白同埋了解佢哋嘅壓力，其實係好有幫助。根據事實嚟講咧，一啲長期去照顧人嘅人、照顧者咧，因為壓力啦、焦慮啦、
擔憂啦，佢哋都可能成為一個情緒病患者。所以我哋呢個講座都有講及情緒病患者嘅。第三，點解要大家報名呢？因為我哋要統計人數，特別我係安排咗一班喺醫院認證咗嘅探病義工嚟到呢，作為呢個工作坊嘅小組裏邊一個協助者。所以要知道幾多人，我要揾幾多人幫手，同埋呢，我哋係要預備印製筆記，所以好難得嘅。你嚟到呢個講座呢，你係有筆記帶走嘅，仲有我哋要預備茶點俾大家。所以我可以話咧，咁豐富同埋咁值得嘅講座呢，好想你哋快啲去報名，唔好錯過。一個下午嘅時間，可以話終身受用。未報名嘅請你快啲去報名。如果你話唔識得網上報名嘅，話俾我知，或者可以揾辦事處嘅同工幫你手。多謝大家。好，謝謝部長嘅宣傳。純粹聽完佢嘅宣傳，我諗起我平時入學校講嘅 talk 就係講精神健康。7個人裏邊就有1個人一生會患上心理嘅疾病。我哋呢度咁多人，你數下7個人就有1個都有機會嘅話，咁其實我哋都可能要關注下啦。因為我入學校宣傳精神健康，我不斷同佢哋講呢：你聽完呢，唔係為你自己，係為可能你身邊嘅人，甚至有機會係你都唔知自己日後有冇機會患上呢啲嘅長期病同埋情緒病。樂觀嘅人都會有一日會抑鬱嘅，所以大家都真係要報名去學習。即係可能我返工嘅環境成日聽得多，但我相信大家比較少會聽呢啲可能係有關呢啲嘅講座啦。咁所以都鼓勵大家去報名。咁我哋可以留意返 PowerPoint 啦。咁我哋週3嘅祈禱會係7月22號啦，係今次係實體嘅，係由吳志樂牧師去領會嘅。週5嘅晨更祈禱會7月24號係早上6點半由高真傳道領會。咁報告返啦，我哋之前上個月啱啱嗰個差傳主日呢，總共籌得咗8760蚊，咁全部嘅款項都會撥返落去呢個差傳獻金聖工裏邊嘅。咁有個小型嘅招募啦，招募下大家一個校友嘅詩班員。咁咧邀請大家係五旬節中學嘅校友參加呢個8月23號中一開學崇拜嘅獻詩。咁有3日係需要一齊去練習，就係7月26、8月9號同埋8月16號。咁如果你係五旬節嘅校友，又有興趣嘅，可以聯絡聖樂部嘅部長曾顯剛部長，或者同辦事處聯絡都 OK。咁除咗 PowerPoint 嘅報告，仲有口頭報告，係一則喪告。蘇唐友姊妹，即係黃蘇玉蘭師母嘅媽媽，於2026年7月4號安息主懷，現定於7月25日星期六嘅下晝1點喺大角咀九龍殯儀館地下德望堂舉行安息禮拜，隨後出殯靈柩會移到去鑽石山火葬場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黃師母同埋佢屋企人。同埋弟兄姊妹請留意啦，今日崇拜咗之後，請保留前面10行嘅座位，係啦，其餘啲凳咧先9張搭一搭，前面嗰10行就可以 keep 翻就可以啦。好，弟兄姊妹請起立，我哋先請主禮人退席。默禱之後散會。